跌咗黑板健身卡，夫妻日常親密互動，既能塑形變美，還能把感情越處越甜。有沒有這麼跟我一樣，辦過無數健身卡，搖腰開2次就閒置落灰，搖腰在家跟着視頻跳操，枯燥到跳5分鐘就想躺平。還有不少夫妻結婚沒幾年就過上同屋不同頻的日子，下班回家各刷各手機，一天到頭說不上幾句貼心話，感情淡得像白開水，腰腹贅肉，垮掉的斷線，渾身疲憊，失眠焦慮一堆，毛病全找上門。今天土生窩只跟大家說句大實話，不用器械，不用跑步，不用高強度跳操，夫妻之間默契溫和的雙人互動，才是升大比天花板的居家塑形養生法子。比起健身房冷冰冰的器械，獨自健身的枯燥煎熬，兩個人溫柔配合的肢體相處，既能釋放一整天積存的壓力，悄悄鍛鍊全身肌肉線條，緊緻腰腹，塑形臀腿，拉伸僵硬經絡，還能拉近兩個人的心，把平淡的婚後日子重新露出甜美。我身邊好多恩愛多年的夫妻，體態勻稱，氣色透亮，看着比同齡人年輕一大截，不是人家天生底子好，而是他們讀懂了一件事：高質量的雙人親密陪伴，本身就是零成本、無副作用的溫和養生，更是不費力的塑形運動。今天整理9套闊配不同體質、不同需求的夫妻互動方式，結合形體鍛鍊邏輯，每一套都有專屬塑形效果，溫柔不累氛圍感拉滿，一邊甜蜜相處，一邊調養身體、雕琢身材，感情塑形、健康3樣全都不耽誤。1. 蓮花式護膚塑形，輕鬆收緊核心，產後寶媽也能練。不少女生一心想瘦腰，穩住核心力量，學平板支撐，捲腹練2次就腰酸胳膊疼，根本堅持不下來。蓮花式雙人互動就是懶人專屬核心訓練，全程動作舒緩柔和，不用大幅度蹦跳發力，核心卻全程持續收緊。互動的時候，女生全程收緊腰腹，穩住身體平衡，臀部肌群持續受力，發力邏輯和專門練臀塑形的動作一模一樣，完全不會給關節造成負擔，各個年齡段的夫妻都能放心做。長期堅持能改善產後腹直肌鬆弛、腰腹堆積贅肉、整個人體態鬆散的問題，還能舒緩緊繃情緒，緩解日常工作生活帶來的焦慮。最加分的是這套動作靜態溫柔，氛圍感直接拉滿，再也不會出現夫妻下班回家一人抱一個手機，零交流的冷淡場面，短短10幾分鐘陪伴就能悄悄拉近彼此距離，在溫情商場彌漫變緊緻，養好氣息。2. 標準站立互動，全身然肢體體能，久坐虛弱人群剛需。站立式雙人配合是所有居家互動裡塑形效果最全面、提升體能最快的一套，很多專業健身教練都在推薦。有相關運動研究數據表明，站立互動需要全身肌肉協同發力，對肢體力量、身體平衡感都有一定鍛鍊效果。兩個人面對面配合，腰腹、大腿、後背肌肉全程保持收緊狀態，女生依靠腿部和核心穩住身形，單腿支撐的姿勢精準收緊大腿線條，雙腿環抱支撐的動作還能鍛鍊手臂力量，穩住肩背線條，從頭到腳每一塊肌肉都在被動塑形，效果堪比一套完整的全身居家訓練。長期久坐辦公，四肢發軟，體態單薄，稍微動一動就累的人，多做這套互動改善特別明顯。不用專門抽時間健身，日常相處的間隙就能完成，一邊陪伴愛人，一邊慢慢改善虛弱體質，提升自身耐力。3. 剪刀式貼合互動，零負擔解壓，體虛人騎夫妻首選。平時工作忙到身心俱疲，一動就累，女生體質偏弱，或是人其身體不闊，千萬別硬搶着做高強度運動。剪刀式貼合互動就是為這類人群量身打造的溫柔養生方式，供應零負擔、超解壓。整套動作會有懸空發力，不會壓迫腰、膝蓋，完全不會消耗體力。雙人雙腿交叉貼合，能持續拉伸大腿內側鬆弛的肌肉，激活深層肌群，改善久坐帶來的大腿粗壯、內側鬆弛、下肢水腫，同時腰腹持續發力維穩，不知不覺收緊腰上軟肉。現在大多數人渾身酸痛、失眠煩躁，根源就是身體僵硬、氣血流通不暢。
這套規模貼合的互動，能放鬆緊繃僵硬的肌肉，疏通全身氣血，卸掉一整天的疲憊。特別括合睡前做，安神助眠效果很好，孕婦、體虛女生、中老年夫妻都能放心嘗試。4. 拱橋式舒展塑形，提拉條臀，緩解上年腰背痠痛。長期久坐、經常彎腰做家務的上班族、寶媽，十有八九都有腰肌勞損、腰背僵硬、臀部扁平下垂的困擾。拱橋式雙人互動專門針對腰背、臀腿塑形調養。對比單人橋式健身動作，改良後的拱橋受力墊設計更科學，依靠肩膀和雙腿支撐身體，不會擠壓頸椎、腰椎，零扭傷風險，不用害怕發力不當傷到身體。互動過程中腰腹、臀部、大腿持續發力支撐，精準活平腰腹贅肉，向上提拉臀部線條，修飾不完美大腿線條。堅持一段時間，骨盤前傾、腰背僵硬、臀部從遲下垂的問題都會慢慢改善，整個人體態挺拔緊緻。比起獨自枯燥練臀練腰，和愛人相伴練成輕鬆太多，更容易長期堅持，一邊舒緩腰痛，一邊悄悄優化身材線條。5. 月經式拉伸互動，疏通全身經絡，拯救久坐臃腫體態。現代人90%體態問題，全是長時間久坐熬出來的。大腿僵硬結塊，臀部肌肉粘連，大腿前側突出，經絡堵塞，整個人看着臃腫笨重。這套拉伸互動是健身圈功，仍修復久坐損傷的絕佳方式。單腿前伸，單腿向後舒展的姿勢，能深度拉伸大腿前後側肌肉，舒展臀屈肌，打通下肢遇到的經絡。久坐不動會讓代謝廢物堆積在腿部，肌肉僵硬結塊，時覺上腿粗一圈。這套動作能放鬆緊繃肌肉，軟化堆積脂肪，拉長腿部流暢線條，同時激活腰腹深層穩定肌肉，改善核心無力、體態重垮的問題。不用專門抽出半小時拉伸，夫妻日常互動的時候順帶完成，修復久坐帶來的身體損傷，塑形美體，疏通氣血一舉兩得，投入時間少，收穫的改變肉眼可見。6. 窗邊氛圍感互動，自然壓抑情緒，化解夫妻隔閡。婚後日子中被家務、孩子、工作填滿，長期壓抑積存負面情緒，兩個人慢慢變得親密冷淡，多說兩句話都容易煩躁。不妨試試窗邊溫柔互動，拉上窗簾，換個脫脂臥室的全新雙桌環境，安靜私密，微風相伴，氛圍感直接拉滿。安靜從此的環境能快速撫平內心焦慮，釋放積壓已久的負面情緒。生理學相關研究提到，新鮮放鬆的相處氛圍會刺激大腦分泌讓人愉悅的激素，化解夫妻之間積存的隔閡、冷淡和疲憊。這套互動不追求高強度肌肉發力，核心是情緒治癒，升溫感情。在忙碌的生活，也要留10幾分鐘專屬二人時光，拋開生活瑣事，好好陪伴彼此，撫平身心疲憊，修復日漸疏遠的夫妻關係，慢慢找回相處的默契。7. 洗髮用冷互動，懶人塑形首選，改善氣血不足。家家戶戶都有的沙發，其實是絕佳的雙人塑形場地。這套坐姿互動全程慵懶放鬆，完全不會累，體能差、不會運動、怕吃苦的女生閉眼衝。兩個人面對面貼身坐着，腰腹核心會不自覺收緊，臀部線條持續得到塑形，輕微的肢體律動加快全身血液循環，改善女生常見的手腳冰涼、氣血虧虛問題。不用深蹲，不用捲腹，不用跟着視頻報刊跳操，簡簡單的溫柔陪伴就能塑形養血，拉近親密距離。很多老夫老妻感情變淡，根源就是日常缺少肢體溫柔互動，日復一日零陪伴、零交流。每天睡前花10分鐘在沙發相伴，既能打破瞓後冷淡氛圍，又能悄悄調養身材，補足氣血，低成本維持夫妻間的溫情。8. 睡前文火式溫情互動，消解審美疲勞，長久穩住感情。長久穩固的夫妻感情，從來不靠一時轟轟烈烈的激情，而是藏在細水長流的溫柔鋪墊裏。所謂文火式互動，就是白天日常多一點貼心惦記，一句暖心問候，私下專屬是溫柔，讓彼此時時刻刻記掛着對方。
這從細碎溫柔的情緒拉扯，能打破婚後日復一日的麻木，消除長久相處帶來的審美疲勞，時刻保留生動新鮮感。到了夜晚獨處的時候，放下工作、家務所有煩心事，卸下所有防備，安安靜靜依偎陪伴，相處不急躁、不敷衍、不帶功利心，主打心靈貼合，雙向治癒。長期保持這樣的相處模式，夫妻之間的隔閡會慢慢消失，兩個人默契度越來越高，平淡的日子也能持續保持熱戀感。9. 溫柔觸感互動，低成本養顏，平復配情緒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簡單輕柔的肢體觸碰是不用花錢的護膚品，安神定心的良方。頭皮肩頸後背遍布密集成的末梢，睡前夫妻互相輕柔按摩，溫柔觸碰能快速刺激身體分泌催產素，舒緩焦慮情緒，提升睡眠質量，疏通體內遇到氣血。長期缺少肢體陪伴、溫柔觸碰的人，很容易情緒低落，夜裡多夢失眠，臉色暗沉發黃，脾氣也容易暴躁易怒。反觀經常相愛溫柔陪伴觸碰的夫妻，心態平和穩定，氣息紅潤透亮，每晚睡得安穩踏實。這套互動沒有任何門檻，不用學習複雜手法，只是簡單的撫摸按摩，卻是成本最低、效果最好的夫妻養生方式。調養身體、提亮氣息、穩定情緒，順帶把兩個人的感情越處越和睦。看完這9套夫妻專屬互動方式，大家應該能明白，情侶、夫妻之間的親密，從來不止短暫激情，而是塑形、養生、治癒、陪伴、相看共贏的好事。好的婚姻不會被困在柴米油鹽的重複枯燥裡，而是兩個人在一地雞毛的生活中，互相滋養、互相陪伴，一起雕琢身材，共同治癒疲憊。蓮花式專攻收緊核心，站立式快速提升體能，剪刀式解壓助眠，拱橋式矯正體態，月經式疏通久坐遇到經絡，窗邊互動疏導負面情緒，沙發互動輕鬆掃營養氣血，文火溫情維繫長久愛意，輕柔觸碰調養身心氣息。9種方式對應9種不同需求，全程溫和無傷害，不用大量開銷，不用辦昂貴健身卡，不用買灑脫護膚產品，不用刻意花錢製造浪漫，只需要用心經營日常裡細碎的溫柔陪伴，既能擁有精緻勻稱的身材、透亮好氣息、健康舒展的身體，還能把婚姻經營成長久恆溫的熱戀狀態。婚姻最好的模樣，莫過於兩個人一起調養身體，一起慢慢變好看，攜手相伴變老，日常相處越默契，愛意越濃厚，日子越過越舒心幸福。